第四轮回之后，啊，要特别咧，这个老师来咱问，三者在书顺来办，那当然咧，进的是有着咱，教着咱这个老师吼，书读用班，因为咱老师伫这个身躯吼，伊的功力已经先至提升，啊，所以伊就配合，那有可能就是咱在地遮的当年咧。会当照着咱的友人去度化，啊，咱的师尊咧，甲咱搭帮懂得吼。那特别咱这个老师就安尼讲啦吼，普度众生的代志是老师的这边，你看咱老师偌慈悲，伊了解这边，另外是看别心胸，啊，其实老师这边咧，嘛是咱遮多年这边哦。所以讲老师就安讲鼓励，讲叮咛啦吼。伊讲老师绝对毋是讲家己去找烦恼。所以讲，有当时咱伫咧做人啊，伫咧生存时阵，你可能会拄着一寡挫折，吼，爱着甲咱鼓励吼，你看咱这群老师来鼓励哦，讲毋通想讲，我去做人，去生存人，是一种家己去找烦恼的代志。咱爱转个念，咱伫咧度化，伫咧生存时阵，其实咱度化外面的兄弟姐妹，其实咧，是度化咱自己。那所以讲咧。伫遮度化当中，不只是帮助着外面人，其实咱第一个想着先人家己，吼，先度化着自己。